你见学长一定要想，我愈袂爽是倒一句话，恁知无啊？请大家帮这小朋友集气加油，大家帮他祈福。我这几天我会拿一条那个大甲妈祖的那个妈咒，摆在轿上的那个红条，我要送给这个弟弟，希望他能够脱离险境希望他能够脱离险境，我们期望有奇迹出现我讲这个概念你思考这个问题啦。你看今仔日就对啊啦。伊今仔日这个囡仔，你唔得讲在跟学长对练的过程当中，两三个还可以吗？不行，我们就停止训练。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竟然这个何教练跟他讲什么呢？这录音都出来了，录影都出来了。他说：“你不要再装了哦，起来哦，不然换我来摔哦。”我请教姐啊，你很会摔吗？你懂吗？哇，最近这是阮囝，还是阮朋友的囝？我讲坦白话，可能不是这样处理的。我跟你讲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何教练的家人，我希望你们会看到这个一段视频我跟这个何教练的家人，我讲个最明的。他如果今天真的让他交保在外，我可以跟你讲他会很困难会很困难，我真的不骗你啦。丑话就不要讲了啦。来，各位朋友们，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打字上来？认为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打字上来？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刚刚社会这一寡有爱心的这兄哥，这社会一寡头人，这社会一寡有爱心的朋友，有这简单放会煞无？你感觉对无啊？你看迄个囡仔的相片，你看你会惊到，我开互恁看，我开互恁看。你看这敢会伤过离谱？来，我开互恁看来。好啦，什么意思？嘛阿罗，无要紧，恁 FB 看，恁 FB 看。小帮手讲，请恁 FB 看就好。恁敢知影？我希望恁何家人这教练的厝的人，虽然祸不及家人无要紧，但是即摆人收啊在来啦。恁出来帮伊烧营养汤啦，紧达处理啦。该厝的要去人看这个囡仔，探望关心。该要请帮人到处理一寡医药费，伊会使紧做，紧帮忙伊做。会使紧，互这个小朋友黄小弟会使紧达救起来。眼睛的代志先啊救起来。用上好的团队、上好的医生来救起来。后壁出来代志，大家再来讲，这是感情。做代志、巧代志分轻重缓急。重要的事情我们急一点，你懂吗？其他的琐碎的事情，来我们后面再说。人先把他救起来比较重要。我们希望有奇迹出现，你懂吗？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朋友来刷爱心，刷10秒，不要点来。现在来，大家刷爱心，刷10秒，不要点来。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和家人有责任嘛？各位朋友和家人会没有责任吗？今仔来收啊仔来现主席厝的人本来要处理啦。他67岁了啦，因囝几岁伊做阿公呢？我请教一下，你做阿公，你这何教练因囝，你嘛做老爸的人你做何感想你是不是要去出来帮恁老百姓到处理这代志这2天我会跟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还有上市柜的老板，我们会先准备一笔慰问金，希望能够来转交给黄爸爸，帮忙一些家里面现在的一些医药的开销，一份心意啦，好不好？我也希望说这何家人能够今天能帮助，能去替你这个何教练，你这个爸爸，你懂吗？我也不要讲你对，讲你不对啦，莫讲你安怎啦，因为我跟你无熟啦。我徛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来评论这个代志啦。我希望你会使这个何教练因囝，你也看到这段视频甲直播啦，人无济啦，即摆超8000啦，超8000人咧讲，听我即摆讲这段故事啦，超8000啦。我希望你即摆你有看到这个代志，有看到这个直播，恁这朋友，甲因兜的人有交情的，有看这段直播的，
跟大因囝讲，明仔会晓做，紧做，做等于有人黄家人，但是直直已经救起来。以后出来代志，大家再来吹桥，听我讲啥无？不是道歉性的没有啦，事不关己啦，讲坦白话啦。你这代志即摆无做，你后壁你会愈困难，我无你骗啦，正讲的啦。搁这阿姑啊，你讲啦，这阿姑你嘛伤咸啊啦。我最后这段代志讲煞啦，我三个阿姑啦，拢住丰原啦，住四前街啦，丰原市场遐啦。我也讲互你听啦，我自做囡仔就对啊啦，歹囝弄动啦。阮三个阿姑，阮第二阿姑上疼我，阮老母的亲小弟啦，拢住丰原啦。住这个代志嘛，拢咧丰原啦。阮第二阿姑是啦，我小命命，你敢知影？迄较早汉主席咧撇风头，较早咧无好，见面连主席安尼。阮这阿姑是见面，大概拢敲电话来，啊有事啊斗相共无啦。到我七刷转来，第一个嘛是阮姑啊敲电话我讲，啊有需要要帮忙无啊？啊你做你倒来，做你倒来。哦，啊有给的来厝里吃饭，你懂吗？我们是被我们的舅舅捧在手掌心上的啦。来，我问现场的各位朋友，来，再耽误大家一些时间。你们的舅舅有没有把你们捧在手掌心上的？有打有来，来，起码恁家朋友，线顶车的朋友，要到8000人，我请教一个，你们家的舅舅有把你们捧在手掌心上的？有打有来，你了解无啊？人讲天大地大，母姑上大，你了解我意思无啊？来，恁家阿姑，伫个恁大概娶某嫁娶时阵坐大位，是毋是阿姑坐？是毋阿姑坐？你要结婚要嫁娶，是毋阿姑坐上大位？天大地大，母姑上大，你们家的舅舅有把你们捧在手掌心上的，全部打有。我请教一个，你看这留言，看几排？你看卖啊，讲今仔日人的阿姑对家己厝内底孙仔是安尼的照顾。你看到恁兜即个来，黄小弟这阿姑，看到你的黄小弟拍的啊，请教一下，你搁伫遐录影，你搁有心情录影？对无啊？莫讲什么你那时候慌掉了啦，你装笑的，一个囡仔拍个还袂顶袂动的，还什么录影？你懂吗？我甲你讲啦，因为这囡仔毋是亲生的啦。你了解无啊？以后这个囡仔准讲好的时阵啦，伊嘛袂认你这阿姑啦。你了解无啊？见树不救嘛。我常讲啦，舅舅自己要检讨啦。做一阿姑做到今仔现主席，买手叫全台湾看这个新闻的全部的民众扑来扑烂对啊！真正你有够扣格的，我无你骗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啊？所以说，很多记者朋友今天在问我说：“连董，我们可以专访你吗？”看直播就好了。我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今天来开这直播是专访啦，记者来专访，就认为我要消费滴滴，没有，我就直播讲公正的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莫讲今仔日我连千亿，今仔日连主席安怎拄安怎啦？足侪人选民咧讲我安怎，我请教一个，我连千亿讲这5年来做的神书的地方比这的人多太多的啦，你要看哦。甲咱大家个小朋友写卡片给我啦，逐个月啦，甲咱遮啦，规工的啦，规桌顶啦，拢奖状啦。我是上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啦。恁听我讲啥无？直播界我是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啦。很多酸民在酸我，不要酸我啦，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啦。我这一台看的人很少。千万不要浪费你们的精神跟时间上来看我这一台，我这一台是全台湾直播人数最少的一台，不要看我这一台，你懂吗？酸民朋友不要看我，为什么？你们看我没有意义嘛？不要看我这一台，看别台就好了，你懂吗？但我要常讲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啦。我可以跟你讲，这些酸民朋友，包括社会上的朋友。我真的做爱心，真的做非常多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只是没有在 FB 每天这边 po 而已，你懂吗？每个月到钱我就打过去，就是能够帮忙就帮忙啦。我这就订了好几千颗的肉粽，在端午节要给这些小朋友吃的。所以说我在讲，
有时候你看，来，像那个高雄，来高雄那个慈德育幼院，你看那一天呐，我还捐这个啦，脑性麻痹儿童，脑性麻痹儿童跟身心障碍小朋友，我捐过去啊，捐钱给他们啦，罕见疾病的啦，脑性麻痹罕见疾病的小朋友，都那种比较身体状况不好的小朋友，我也是来一大笔钱就过去了，我没有在 PO FB 的啦，懂吗？所以说这些朋友，我常讲，你们在思考这些问题要记得我讲的话，我们好好的去针对这些事情，去了解，去探讨。这何教练，我跟你讲啦，我卖碟直播咧讲歹听话啦，阮妈妈一起来我讲啦，儿子啊，你脾气改一下，卖遮强势啦。阮头家啦，阮兄哥啦，哦，来阮头家啦，阮董事长啦，啊，阮一寡兄哥拢讲啦，千亿啊，你即抓转来吼，改诚侪，卖遮强势，加做寡人好事啦。这些哥哥长辈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可以有能力的人，大家万无无万少，300、500，无嫌少，3000、5000无嫌济，那会使恁透过关系网络查询一下，去帮忙这个黄爸爸，会使达到3天，大家300块、500块无要紧，因为加护病房的花销是很大的。可以尽量的帮忙这个弟弟，不要让他爸爸为了工作、为了钱的事情烦恼，可以赶快的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团队把这个小朋友救回来。我这2天下去，这2天下去，我把慰问金如果可以亲手交到黄爸爸手上，我也会跟他讲，有需要帮忙，我也会用尽我很多人脉关系去帮他，去拜托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团队能够帮忙，尽量上好医疗的服务，把这个小弟啊救回来。恁了解我意思无？娜美啊，阮某啊，娜美常常咧讲啊，娜美是气甲很主是倒定我们想破啊。为什么？他这新闻他就是难过，你懂吗？好不好？这何教练，我跟你讲啦，这基本上出来你自己真的，你家人何家人，你们这整群家人，你们要好好去思考怎么样去善后这事情啦，不要对人交代啦，你了解无啊？好不好？出来社会，我跟你讲，你交保那一天，你真的会很困难，我不骗你啦。金教练就困难啦，好不好？社会局协助了，社会局的社会局啦，社会局的社会局啦，社会局是做偌做伊啊？迄拢个新闻，看到新闻才概念在做。社会局我较无熟啊，台南社会局长黄志忠，前高雄社会局长叶寿山，我都固定在捐钱的啦，我都很熟啦。懂我的意思吗？社会局不是针对新闻的个案才下去做，社会局是要看到很多困难的个案都要比照办理，不是因为新闻的话题度才去来今天说我们去帮忙了，不是，而是你要拿出你们的热忱。社会局也可以跟我联络啊，需要帮忙我可以找很多企业主出来出钱出力啊，你懂吗？而不是今天看到新闻才说我们要介入，我们去帮忙，我要协助，不是这样子的，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不是因为新闻的热度，个案处理不是这样子，是要全部比照办理。所有一样的困难的小朋友，一样有家暴的，有被虐待的，都要这样子处理，好不好？朋友，你听我讲啥无？来，刷已经刷10秒，不要停了。刷已经刷10秒，不要停。我跟恁讲，这阿舅我讲咱袂话嘛，免啥认啊啦，你了解无？这阿舅嘛就 Q 角的啦。这个网友最后耽误大家1分钟，把它讲完来。刷已经刷10秒，不要停了。最后耽误1分钟。其实有个网友啦，有一个网友上来留言说什么？他 po 了一个什么外国人理论呐，说什么说今天这小朋友已经趴在那边了，他舅舅没有去救他，是因为他尊师重道。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尊重专业，他认为说，这网友，说什么在英国做过实验，还美国做过实验，说什么今天老师在教学生，教练在教学生，我们不能介入，不能去影响他专业。我听你在干够了呀，
你直接增效的哦，啊，这囡仔7岁呢，唔17岁呢，你直接增效的啊！不要为了自己想要用别人家的理论来颠覆现在整个事实的过程嘛。你听我讲啥无？你只要读书读个歹伊啊，看网络看赵慧玲无啊，你了解无啊？以拿外国的言论来做台湾这个个案，这个已经事实发生了，来有影片有图为证的，还在那边讲说什么外国的理论说什么就是因为他尊师重道，所以他不能去影响老师的教育，影响教练的教育。王坦北回给他拍个呀啦，还在那边呢，外国理论呢，这个网友你赵慧玲无啊，你了解无啊？你头壳恐怖你啊，有够 Q 感的王坦北回真正，你搞不清楚状况嘛？我老家留言，我直接封锁，我连回都不回他，我直接封锁。看我这有够气啊！你了解啊？还每一个网友都给他留言呢，留言说你们误会这个舅舅，你们误会他的，你们不要误会他。王坦北回讲一句坦北回来，关你屁事呀！这关你屁事吗？还有每一个人留言说不要去骂这个舅舅，干嘛？是因为尊师重道吗？要尊重教练，所以他没有介入。你是道德的你是朋友，而且为师哦。代志发生搁伫遐五马会乌龙蛇道，事实就是安尼嘛。还在那边来帮他维持说没有，他是尊师重道，真笑的嘛。外国是外国，台湾是台湾，外国月亮没有比较圆呐。我警告这个网友，你即摆食台湾的饭呢，脚踏台湾的地，头顶台湾的天啦。台湾人挺台湾人啦，听我意思无啊？台湾人挺台湾人啦。不要跟我讲外国的事情，你懂吗？台湾就是挺台湾人的，整天在讲外国理论。外国你这个网友认为你比较好，你去外国生活，你不要回来。不要享用台湾的劳健保，不要享用台湾的医疗资源，不要享受台湾给你的福利嘛。台湾的健保政策、健保医疗这是全世界 top 1的啦。不要每次一大堆在那外国喝过洋墨水的，个咸水的回来。让老爸讲外国的理论，我听无啦，我听不懂啦，我没有在国外念书过啦，我没有水准，我没有素质，连1,100就是没有啦，我没有在外国念过书啦，你懂吗？但我跟你讲，我在很多国家都有投资生意啦，我虽然书可能没有念得你多啦，但我赚的钱也许比你多啦，好不好？不要一直跟我讲什么外国怎么理论啦。现在是台湾人挺台湾人，小朋友就是受伤，就讲小朋友的事情，不要再跟我讲外国理论无为不为，好不好？这网友我已经封锁他了，不要再去我的粉丝团留言了，因为你再继续留言，我还是封锁你啦。我别跟你一句来一句去啦，无意义啦。对牛弹琴，你了解无啊？对牛弹琴啦，好不好？来，现在刷已经刷10秒不要停，拢免考虑啊。台湾人，咱就是帮助眼前这弟弟，最后30秒。最后，请大家帮忙这个黄家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300、500块无嫌少，3000、5000无嫌多。上网搜寻如何去联络到黄爸爸，我们大家可以帮忙的，尽量就是经济上能够帮忙他，出钱出力。为什么？因为加护病房开销很重，我们要尽量能帮助这个黄家人，让我们度过这次的难关，看能够让小朋友能够赶快的好转，奇迹看救会回来无？奇迹好不好？希望有奇迹出现，我们向上天祈求，那个黄小弟能够早日康复，有奇迹出现，好不好？谢谢大家。记者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不要再问我说连董可以专访吗？不要了，谢谢。我该讲的话讲完了，就是安尼尔。这个何教练医疗交报出来，社会朋友要安怎处理？我来讲嘛是一句话啦，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好不好？很多人呢，记者问我说：“连董请问一下，这个如果交保出来，你们想要怎么处理？”我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外界的朋友怎么处理，我也没有资格讲半句话，我只能讲那句话：何教练交保出来的那一天，社会朋友一句话，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啊，拢免去讲啊，就是安尼尔啦，好不好？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话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来，现主席拢免考虑啊，起码朋友啊。OK， 那今天这个话题到这边，我刚刚有说过了，话题到这边就好了起码现主席拢免考虑啊。我刚刚有答应来3个网友上紧的速度来，我今天来，我
这个话题到这边了啊，我该讲的话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